大家好，我介紹一下這個新聞視窗如何使用。首先，我們用電腦、手機或平板電腦打開一個瀏覽器，然後輸入我們的網址 news.1year.com， 然後我們進入我們的網站的首頁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首頁內容。首先，我們可以選擇語言，簡體中文、繁體中文或英文，你習慣用哪一種語言都可以。然後我們可以進入你看第一個綠色的這橫條就是電視和視頻的節目，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報紙和博文博客的一些文字圖片的新聞，第三個就是我們精選的從這些報紙裡面精選出來的一些新聞，第四個就是一些實時評論網紅的名嘴的一些頻道，給你點評一下當前的時事，還有一些資訊生活資訊，還有電台對嗎？還有一些常見的問題。好，我們先看一下電視裡面分的三個欄目。第一個就是普通話節目，有20多個電視台啊。這個第二個粵語電視台，第三還有英語。比如我們點開普通話節目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在溫哥華的普通話節目。這個城市電視是個付費的，在我們這就完全免費看了啊。然後它有個靜音打開，你把那個靜音關掉，它就會有聲音出來，對吧？第一條新聞，第二條新聞，你看這個就是把靜音打開，對吧？聖誕節慶活動，其中馬車巡遊成全場焦點，對好。然後這個電視台我們看完了，我們換一個電視台，我們把這個然後點一個溫哥華港灣也比較有名的一個電視節目吧，它是一個視頻節目啊。你看點擊這個就是看當天的最新的節目啊，對，馬上就看，對。好，觀朋友們大家好，然後你看一看昨天、前天的、前幾天的都在這，往下找就可以了。它有700多個的，一直往前推啊。這個電視節目很多，然後這個如果你看完，然後把它關掉，我們這有很多電視台加拿大的、美國的、中國的啊，很多的，還有歐洲的，一些國際上的很多的啊，對台灣的。香港的都有啊，馬來西亞的、新加坡的等等，全球各地的電視台都在我們這可以看到啊。還有粵語節目有15個，唉，我們就不太講，不再介紹了啊。那麼下面一個欄目綠色的，主要是報紙和博客，這個我們都是一些比較主流的大的啊。哪個新聞媒體在這啊？比如我們在加拿大，星島日報啊、明報啊這些啊。那麼美國的也有啊。美國之音啊、紐約時報啊，這些啊。中國大陸的比如有人民日報、環球啊、鳳凰網啊、新浪啊、胡啊，都在這啊。還有台灣的、香港的，是在粵語裡面，新加坡的對嗎？還有一些其他國家的，德國的、法國的、韓國、日本的啊、俄羅斯的，這些大的新聞媒體、報紙都在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。還有，如果英文比較好的朋友，也可以看的英文的一些報紙一些網站的消息啊，非常的全面。如果你覺得看這麼多新聞太多，要簡單一點，那我們在這給你總結了一下，有些主流的一些新聞根據這個熱點來劃分。比如第一個就是加拿大新聞，你點一下加拿大這個標題，那麼它就出來了。剛剛最新的新聞47分鐘前最近剛剛出來的啊，4條，然後你繼續往下看，對吧？新聞它不斷的往下走，有很多的新聞啊，這都是文字跟圖片主的新聞啊，從報紙裡面節選出來的，然後還有美國新聞、中國新聞、台灣、香港啊、中美關係等等吧。我們給你精選出來一部分新聞給你看啊，還有的人我要看看現在的實時評，對吧？那我們這邊也有啊，很多實時評，比如普通話的、粵語、英語都有啊。普通話你點開啊，都很多的著名的一些評員啊，比如網紅啊，你比如這個黃志安啊、邱振海啊、金燦榮等等吧。還有台灣的有幾個評頻道，加拿大也有啊，這個還有央視的對吧？都有啊，這就是實時評。
當然，如果再往下看，我們資訊主要是生活資訊，電台也可以聽聽電台，對吧？如果不太會使用的話呢，我們點一下常見問題。這裏面呢就有一個使用方法介紹，你點開以後我們都有一個短視頻呢，你看一下怎麼樣使用，怎麼樣在電視機上、手機上看啊，等等都在這啊。好，這就是我們的一個總體介紹。最後希望你喜歡我們的新聞時長內容。